講翻 PlayStation 手掣嘅冷知識先，係啊，冷知識啊，懶有知識啊嘛。PlayStation 5嘅手掣後邊會有啲防滑膠嘅粒粒，如果 zoom 近一啲睇呢，呢啲粒粒唔係一啲嘅圓點，而係 PlayStation 圓圈交叉三角嘅 logo。而前邊嗰兩個蘑菇用咗啲咩物料？點解會用得咁舒服呢？根據上網一啲好可信嘅情報，佢係用咗9隻嘅鼻哥去做，一個手掣就有2個蘑菇。製造一個手掣就要殺死2隻小動物，真係慘，好殘忍啊！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睇改機 L， 我係軒叔。我哋每星期都會出片講一啲舊遊戲以及改機嘅資訊。如果你對呢啲知識有興趣嘅話，歡迎訂閱我哋嘅 channel， 撳埋隔離個鐘仔，咁一有新片就會即時通知你噶啦。今日就會開箱呢部 Anbernic 有個 mon 嘅手掣，係啊，又係 Anbernic 啊。希望遲啲會收到其他廠商嘅產品啦。裏邊有一個手掣。有一本非常精美、百看不厭嘅說明書，仲有一條 USB-C 線，2個可以用嚟換嘅蘑菇，同埋一個手機支架，就係咁多嘢啦。直播嘅時候咧都開咗箱啦，咁其實成個手掣都比我想象中靚好多嘅。佢雖然係一啲膠嘅物料啊，但係都有種幾高級嘅感覺。令面嘅設計反射到嘅燈光好靚，手掣後邊有4個 M1 至 M4 嘅按鈕，可以自行設定一啲按鍵嘅指令，包括一啲複雜嘅指令。上邊會有一個 USB-C 嘅插頭，用嚟插電或者係 update firmware 嘅時候用。而蘑菇同埋十字掣都可以拆出嚟。我覺得最方便嘅地方呢，就係呢個手掣嘅面膠都可以拆出嚟嘅。有時啲手掣用耐咗好污糟呢，有啲老泥漬啊，或者係封晒塵啊，有啲塵漬嗰啲好難去清潔，可以拆晒出嚟呢，就容易清潔好多啦。呢個透明嘅面板用咗一個磁吸嘅設計，放翻落去嗰下都幾瀟灑嘅。不過唔知佢哋會唔會之後會出一啲其他嘅顏色，例如有唔同花紋或者公仔嘅配搭，可以用嚟襯下衫啊。不過以 Anbernic 嘅傳統呢，希望會有啦，希望會有啦。跟機另外送嘅2個蘑菇，呢2個蘑菇就會比原裝嘅長少少。一般手掣嘅蘑菇都好少咁長，所以對我嚟講就會有覺得少少唔習慣啦。或者會有其他人中意都未定嘅，但係我就麻麻地啦。手掣 L 同埋 R 後邊都有一個嘅設定掣，係可以設定翻 L2 同埋 R2 撳落去嘅時候嘅鍵程。正常嚟講呢，一般手掣撳落去係會去到底嘅，將呢個掣拍上去就會做到類似 Switch Joy-Con 嘅效果。視乎要玩一啲唔同嘅遊戲啦，可能玩 Switch 嘅遊戲就比較適合啦。我就測試咗我有嘅3個手掣啦。ROG G01 同埋 PlayStation 5嘅手掣按鍵就比較緊嘅，相比之下我就覺得 Xbox 好撳好多啦。講翻 PlayStation 手掣嘅冷知識先，係啊，冷知識啊，懶有知識啊嘛。PlayStation 5嘅手掣後邊會有啲防滑膠嘅粒粒，如果 zoom 近一啲睇呢，呢啲粒粒唔係一啲嘅圓點，而係 PlayStation 圓圈交叉三角嘅 logo。而前邊嗰2個蘑菇用咗啲咩物料？點解會用得咁舒服呢？根據上網一啲好可信嘅情報，佢係用咗9隻嘅鼻哥去做，一個手掣就有2個蘑菇。製造一個手掣就要殺死2隻小動物，真係慘，好殘忍啊！沒有買賣就沒有傷害。索尼罪大滔天，搞到百姓怨聲載道。至於手機支架嘅部分，放手機上去梗係冇問題啦。我就諗如果可以放部 Switch 上去，應該幾正嘅。試下 Switch 2得唔得啦？OK， 太大部唔得嘅。咁 Switch 1就應該得啦啩。
結果都係爭少少唔得嘅，大約係爭1cm 到啦。我個人就覺得，如果可以放部 Switch 上去，應該係一個幾好嘅裝置。不過唔得就冇辦法啦。同埋呢個支架如果可以收藏喺手掣入邊就無敵啦。對我嚟講咧，我覺得我用下就好容易整唔見嘅。之前 ROG DS 送嗰支筆呢，我都唔見咗。講咗咁耐啦，要開機睇睇先。開咗機嘅畫面呢，就係咁樣嘅，撳空掣3秒就會入咗一個 menu。可以揀翻一啲唔同連接嘅裝置啦 ，Android、iOS、Switch 都有。側邊就可以揀翻用藍牙或者用佢原裝嘅 USB-C 接收器。試一試用 Android 手提機連接先。如果選擇 Android 嘅連接，就會顯示 Anbernic G01 Gamepad。如果選擇 Switch 咧，連接嘅畫面就會顯示 Pro Joy-Con。如果用 iOS 又連唔連到呢？系統就會顯示係一個 Xbox 嘅手掣。只要連接 Switch 都非常簡單，喺手掣嗰度撳 Switch， 然後等一等，部 Switch 就會自己 search 到呢個手掣噶啦。手掣入邊嘅 setting 仲可以微調唔同嘅按鍵，震動嘅幅度都可以調節。但係我就覺得呢個震動就比較單調。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呢， Joy-Con 嘅震動係會有一啲層次嘅。就算係第一代嘅 Joy-Con 都好啦，佢個震動分嘅層次，就算連模仿幾粒色仔都可以做到。另外仲有語言嘅設定。不過就冇繁體中文啦，希望佢遲啲會有 update 加翻啦。可以調節翻熒幕光暗嘅亮度，仲可以輸入唔同嘅指令，例如 Save 下斜前拳就係波動拳。我就諗咧，會唔會可以將呢個指令魂斗羅戳30隻嘅時候用呢？咁我就撳儲存翻啦，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 Start 就 save 唔到嘅，咁我唯有陣間試嘅時候自己加翻上去。結果都係失敗咗，可能佢 save 咗之後嗰個速度太快啦，要人手入先至可以戳到。證明我哋細個時候嘅鍛煉係冇白費㗎。唔知係咪一啲版權或者專利嘅原因啦，定係佢要模仿翻 Xbox 嘅手掣嘅 AB 掣同埋 Anbernic 自己出嘅手提遊戲機呢，會調轉咗嘅。手掣嘅 A 掣就喺呢個位，手提機嘅 A 掣就喺呢個位，手掣嘅 B 掣就喺呢個位，手提機嘅 B 掣就喺呢個位。好難捉摸啊！想買嘅朋友都要留意翻啦。除咗呢啲之外啦，仲有一個我都唔知點講好嘅功能。呢個手掣仲可以 check 到心跳，當你隻手靠近嘅時候，佢又會有一個綠色燈着咗。放隻手埋去，佢就會 check 到你嘅心跳頻率。呢個功能其實真係 OK 嘅，都好嘅，都有用嘅。但係如果我覺得冇咗呢個功能，個手掣賣平多100幾十，咁啊更加好啦。最後做翻個總結啦，我幾中意佢個手掣有唔同嘅部件都可以拆出嚟，尤其是嗰個面板，用耐咗個手掣污糟就可以拆出嚟清潔。另外個熒幕都係一個幾好嘅設計嚟，其他嘅手掣好多時都會用個顯示燈去表示，例如喺 connect 緊時間會閃閃下，而佢有個熒幕就可以一眼睇晒個手掣係一個乜嘢嘅狀態，呢點喺用家體驗方面都係幾好嘅。但係有個熒幕，所以都幾食電。測試嘅時候我就用咗2至3個鐘度，佢已經冇咗一半電啦。對比翻我呢個 Xbox 嘅手掣，我冇記錯嘅話，應該2年都冇換過電。
個熒幕如果可以配合一啲遊戲嘅使用就更加好啦，例如可以做到一啲 Dreamcast 嘅 VMU 嘅功能。咁作為一個手掣嚟講呢，佢都係連接到 Android、PC、Switch 同埋 iOS 都得，叫做一個手掣就做到晒咁多嘢，都算係方便嘅。新年嘅時候呢，有啲親戚呢就俾咗幾部嘅壞咗嘅 MacBook 我。咁本來今個禮拜呢就係維修 MacBook Pro 嘅，但係裏邊呢發生咗好多意外，所以呢條片最後都唔知可唔可以出到街，有啲零件需要買，希望下星期可以出到啦。想支持呢個 channel 繼續運作，可以 pay me 或者俾 Super Fans 課金支持嘅。如果唔想課金，都可以俾個 like 或者留言講聲加油。今日呢條片係咁多啦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